错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这3个月以来，我从一开始看见遗体就害怕，吓得手脚发软的废物，到现在，我学会了怎么防腐，怎么把舌头塞进去，怎么合上他们的眼睛，怎么替癌症去世的病人填塞他们凹陷的脸颊。我一点点的学，我觉得我做的还挺不错的呀。如果仅仅是因为我是苏荣的侄女的话，那我不，咱不说这个啊，不说这个。你俩是 CP 是吗？啊？持证上岗，25年。行，那你们老人家的三角恋能不能别把我扯进来？老人家？口误。你闭嘴！谁老人家？哈，你大姨妈才老人家呢。但是我还真不是因为她老人家才反对你的，你听清楚了。那是为什么呀？你不够优秀，不能胜任这项工作。但我的笔试成绩挺不错的呀。自始至终，刘师傅都没说要保你，想过原因吗？我想过，想不通，能不能让我死个明白？交给你了，你招来的，你处理。哎。哎呀，真想留下来啊？嗯。3月，你要真想留下来，你就去各部门轮岗吧，重新认识一个真实的殡仪馆。就这样，我开始了我为期2周的轮岗生活。我接触到了各种形形色色的往生者家属们，人生百态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，可以用来点缀灵堂。你们殡仪馆是最他妈黑的，什么都要钱。你们要不给我老伴安排在第1炉火化，我肯定跟你们没完。钱不是问题，最主要的是，灵堂要给我布置的大气，我要让我妈走得风风光光的，够不够？这一壶清茶，是父亲的味道，是儿子的怀想，也是家族情感的连结。老头儿，走好！这是我们人类延绵的美德，如父如子，不舍不离。每次主持完一场告别仪式，都感觉心里的老茧好像被什么温暖了。刚刚好几次我都以为你要哭了，那就太失礼了。别的殡葬主持人是什么风格我不知道，但我自己是肯定不会在告别仪式上流泪的，不管多难受都不会。为什么呀？吃点水果吧。上了情况5号床那个老太太早上就不行了，全靠机器在撑着呢。医院已经通知家属做准备了。哦，晓得了。那我们等一会儿吧。好。老人家现在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，我们一直采取的措施
就是阵痛，但是他的各个器官都在衰竭，继续阵痛的话，他的身体有可能会支撑不住。可如果不做处理的话，他又会很煎熬。所以，该你们做决定了。小梅，你说怎么办？罗大苗，小潘，5号床震动处置。好的，罗医生。您的儿女都来了，我们都陪在您身边。跟他说说话吧。妈，我是小秋啊，我和小妹都在这陪着你呢，我们在这陪着你。可以给他唱唱歌，就唱他平时喜欢的。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晚风拂柳笛声在夕阳山，外山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。不行，我妈妈不能就这么走了，你救救她吧。听我说，不行，万一她还想活呢？但是我们不能没有妈妈呀，大哥，真的不能，妈。我们现在过来。是，准备抢救。怎么这是？应该是加速改变主意了。走妈，极端抢救室那边有病人不行了，通知我们过去。求求你，救救我儿子！这么无端端的，怎么会猝死呢？啊！才14岁，不可能猝死的呀！儿子已经走了啊！救救我的儿子！谁来救救我的儿子啊？他已经走了。谁是？麻烦你们等我一下，取下电动车，和你们一起送我侄子去殡仪馆。他父母不去吗？我们老家的规矩，父母不能给子女送终。那个小光的事，我会全权处理的。你们等我一下啊，我很快就过来了。好。